他是做比较高，做高一点的。我用师上以前的。那天我不能再那个头不能再拔出来，越拔它就越小，接触会越不好。哎，这个有，你这样子有动。可以了，好，好啊，抱歉呢，因为今天我们刚在那个电脑上面有些出状况，所以拖了差不多将近20几分钟线上看的东西，可能由于今天没有上课。好，那我们就从这边开始吧。拉玛堂公布讲白样的恰塞了。看给老者这米真的，人的南大热社会，今年对个这些事情，你给多个来帮衬。看到这边正让马的门徒同业其实为，着作滚了普及大致养了出去养点松，走到了前头年木年龙来给加州最在近。马里没是东岸牛股，今年就在热天南。对呢，他进社区打算原定轮作改善托育股，就当去年现在大陆没是江北养了对。我妈的把这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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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的把咱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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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我妈的把咱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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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今天去给看着为谁的去，大陆的木门把入些呢，嘎当电锯雄鹿多把一，落着宝贝那我在头上。我们上次上到了新疆吗？我们现在到新疆去到处去买东西。现在到去新疆了。新疆啦，卡尔南嘎，佩嘎，卓嘎，新疆啦，卡尔南嘎，卓嘎。这个如果是卓嘎的话，那你就这边用，这里不用用南，直接可以用新疆啦，卡尔切嘎，这个南改成切，卡尔切嘎卓嘎，就是没有就用。敬语没有用敬语，卡了7个，新疆了卡了7个多个，那就完全没有讲敬语，卡了7个多个，卡了7个多个。这个
卡的切个多，这个是口语上面的用嘛？卡的切罢了，卡的切吧多啊，新疆的卡的切吧多啊，或者卡的切我多啊。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口语的用法就是卡的切个多，新疆了卡的切个多，对，新疆了卡的切个多。那新疆了卡的那个配个，新疆了卡的那个配个。我们课文里面的卡的这里单音用了卡，但是发音好像卡的切个，卡的切卡，新疆了卡的切个，卡的切个多，新疆了卡的切个。卡的切卡，卡的切卡多就是这个能区分中就可以了，就是加些就猪了猪，加些就猪了猪，拉达达达。juta tang jara kaji ko gi jargi夹克对对 jacket 英文吧，对 jacket 是不是？这个英文 jacket jerky 牛儿注意juta tang jerky 牛儿注意钱呢？钱我这全部穷。钱呢？钱我这全部穷。我这日本，我这日本，真的吗？日本是什么？我这日本，我这日本就是真的吗的意思。就通常我们讲的我那日本跟我这同一个意思。我那可那是那我那。我这用个银币，看让我这用个银币。你真的会来吗？看让我这用个银币，看让我这10个银币。你真的要吃吗？对。我这10个银，我那10个银，我那10个银。我这回复我这也可以，我这10个银。我这10个银真的要吃。我那10个银。这是真实。真实。它有真实的意思，它有这是真的，真的，我这跟我那是同一个意思吗？我那10个银，我那银币，我这日币，我这银币，我那日币是真的吗？我那银币，我那日币，我这通过对，我这通过对，我这通过对，
啊，真的看到吗？我也会啊，那喝同喝饮料，你真的要喝吗？是吧？我这通个饮呗。啊，一模一样，啊，哪里不同？那不是通吗？看是不是通吗？喝是通啊，通通个读个通，没他那的通啊，通，这是看，那个喝是通，听起来一样啊。跟等一下啊，这个是托榜对不对？如果是这里吐吐后面那个哦吐。那这边加一个啊的话，通嘛？它哪个通啊？通。如果这边加一个啊的话，它是不是通啊？通。可是我们都会念成通。啊，我这通个读嘅，我这通个读嘅，通个读嘅，通个读嘅。哎，像吗？你俩真的要看吗？跟真的要干嘛？拿着通，真的要看吗？我的这个音呗，大看通吗？คุณเจ通进的。前面那个是真的看得见吗？真的看得见吗？一个是看见，啊，一个是看见通，啊，一个是要看，看大，我的这个音呗，我的大一个音呗，那个大嘛，大，这个不会错，大嘛，我的这个音呗，我的这个音呗啊，我的这个真的要看吗？真的要看吗？我的这个音呗。在句子上，如果用不同，用大跟用通是这个意思，这个但是你是这是被动，要看的那个。同时，其实上你有了这个动作，才会接下来会有这个嘛，能看得到的。对，先去米给大，你眼睛去看了才能够看得见嘛。米给电的通，电的通，有去看了之后有看到什么通。总而言之，这个问题就是真的，或者是真实，跟这个同义词的这个观念，对不对？问题跟观念是意思一样。热哇，这个吗？问题全部穷了，全部就是厉害，就是本事也可以，本事，你很有本事要全部，穷是句尾嘛，句尾，全部本身是一个名词嘛，全部，本事。所以藏文里面就没有这个后句的话，我这全部，那还没有结尾嘛，也要全部穷，就是你真有本事的意思，你真有本事，
啊，这个穷是应该是可以翻成你真有本事嘛？那这个有这个字，哦，穷是动词。오늘 전부래啊，前面看오늘 전부래可以，你人也是动词嘛？你是的意思嘛？你真是有本事。啊，看오늘 전부래，或者说看오늘 전부도，哦，呀，啊，看오늘 전부민도，这里吗？啊，对，厉害是名词，对，对，对，看我的全部都，看我的全部穷，啊，所以刚刚说讲蕊，那就不行用蕊。可以啊，看我的全部的，那时候卷波就变成形用日的话，容啊，变成形容词吗？是厉害，对啊，因为 Ray 你是厉害的，是 Ray 跟马儿也不是是，这不是有没有本事，看全部的，你是有本事的，你真厉害，那你就中文你真厉害啊，那个厉害就变成是吗？对，他就变成他容是或不是，啊，对，啊，形容词，对你真厉害，在形容这个人嘛，哦，那藏文的话，看我的全部啊，看全部马的，看我的全部，你厉害，你不厉害，看我的全部穷，看我这。因为这个里面，看我这全部穷也是在说你全部是也是在解说跟形容那个人嘛。你刚刚讲的是你真有本事，这个时候就不是形容嘛，那个本事不是形容。你真有本事，穷是有的意思嘛？对，这人是呀，拉穷，我有拿到嘛？你有没有拿到？我有拿到，那拉穷，拿到，得到，也会有穷。那按照这里中文的发音来讲的话，那应该用全部穷看我的全部穷，看我的全部穷，就是你可真有本事。那用读的话，看我的全部读，那也变成了把它变成了形容词嘛，对吧？看我的全部读。就变成了，如果是用的读的话，按照你们中文来讲是，也就是变成了形容词。你这个人非常有本事，惹啊就是希望嘛，一般是我们惹啊，这里的惹啊不是希望呢，哪里这个惹啊，我们用两句了，惹啊，就是用了我们不是卡哇吗？
卡哇卡哇啊，柔啊柔啊啊，这个用法柔啊，就是直接用的哪里的意思，不是期望哈。塔哈斯的啊，柔啊，塔哈斯的就是塔哈斯的。塔哈斯的就是这算是，因为前面有本事嘛，那他说这不是本事的回应是说，这是一般的，没什么，一般的，塔是小菜，是小菜是。塔是的，塔是的跟有时候是塔是切音的，塔是那个音，塔是那个音，我们就这个用塔是那个音，就是随便说说而已的时候，塔是那个音。然后说了几句，这个塔是可以前面用吗？这是口语上面的用法啊，塔是，塔是那个音。塔是那个音啊，就是我随便说说而已了。塔是那个音，或者说我随便去而已了，不是刻意。塔是清白音，那塔是清白，很大前面没什么要事情要办，我是随便。塔是清白音，塔是清白，对，塔是清白音，塔是那个音，随便说说而已。对，塔是这个，塔是卡尔塔是德语，卡尔在干什么？在做什么？塔是德语，随便做做而已，随便。塔是德语，哎呀，请对啊，对。这可以用在别人跟你说那个读节气，然后我说好吧。这里不能塔是这个是你就说脱机器，你就说直接用柔或者说卡哇柔卡哇因为他后面用了加柔塔是他用的那个塔是就是意思前面那个是你有时候本事嘛，这意思说我没有本事啊，这是一般而已，所以后面柔塔是这是一般而已。他这回复是像前面那个就不本事就人家如果夸赞我，都会用卡卡给夸赞我，人家如果夸赞我，可以这么说，可以只要哇，塔卡谁人我觉得你今天很漂亮，然后你说塔卡谁？Yes，就是是吧？你就所以人家如果赞美的话，我都可以用这句来回。赞美的话不要用这个，你就说柔或者说你说卡哇这边是全部嘛你很有本事，一个 power 然后这是你做的很好的时候，我们就说可以这样子吗？
棒哦。对，好然后塔斯，对，可以用个，对，然后你很棒啊，然后塔斯啊，就是哦，你戴的那个项链哇，很怎么说很啊，然后塔斯你就觉得是一般而已，就是，然后啊。他回答说：“对呀，漂亮。可以回答啊，但是不能用塔斯。对啊，都一定要很谦虚。不是，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塔斯这个用法，当然可以用哦。人家跟你说 of course， 当然了，你说用这个来回复，因为这是口语上面的用法嘛，所以这个人家问突击期好吧，打死的，然后打死的对，这个时候就人家感谢你啊，人家很感你就说然后打死对，这个可以这样用，好那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用，怎么说？就是去买东西，就是譬如说走到一个店里，然后店员就会说：“哎，需不需要帮你介绍？”然后你就会说：“没有，我随便看看而已。”可以那塔斯德语，对，这个随便看看就塔斯德语，大鸡塔斯德语，月，对，塔斯德语，我随便看嘛。塔斯德语，对你不是故意要买东西，我不是特意买东西，你就是随便看看嘛。塔斯德语，对吧？塔斯德语，塔斯德语，我随便看嘛。塔斯德语。有的那个会生气啊，也是，对，没有要买要开始，没有要买要碰什么碰，不要弄脏。早期拉萨的那个八果街有很多这个就是八果街嘛，西藏八果街那个大昭寺的周围全部都是商店嘛。那来买东西的人，他卖东西的人会去看买的人，他是不是要买，还是只是看看而已？他感觉到他只是看看而已，他就说不要，就会不要碰啊，这会弄脏，会这么说。有些商人会这么说。OK， 我们这里的句子好，下面。这个好几次都听过嘛，可对了，新疆了，这里漏了一个哪咯，抱歉啊，吉布，巴拿的布，吉布巴拿的布，吉布这里对，可对了，新疆了，吉布有的。Sirki， 我那日呗，我这日呗，这两个都可以用嘛，这里，可以给谁呀了？可对了，有人说嘛，那个退就是我听，但是你可以用中文是可以直接用，可以说听说嘛，那谁呀了？就是可对了，对，因为藏文里面谁呀了跟可对是有两个就是它差别是可对就是我有听到的意思，谁呀了是有人说，可对了，新疆了，吉布有的，是去，我那日呗。我那日呗，点巴的，
基不西达有的，一波写炸，基不西达一波写炸，有的，新点八的，真的，这边的点八是我们通常有生意地跟生，不就是真实的嘛？啊，真实或者是生意的部分会讲点八，这边的点八是讲的是真的，点八的人嘛的。这课本里面用了点八的，就是真的啊，或者说我自己也是一样啊。生意的话就不能用我呢，也不能用我这个点八啊。这个生意地的那个地啊，世俗地跟生意地的那个地就是那个点八，这是这个点八，所以不能用，那个时候不能用我呢，不行，一定要用点八。那四地里面那个地也是用这个点八啊，苦集灭道地的苦地集地那个地也是这个点八。程度来讲的话是这个是更高，但是一般的话语里面的就是这三个都是一样，基不喜的有的，基不喜的有的，新疆了，舍利，那个总部，有人呗，那个总部。那个总部就是那个就是本身是种类的意思，那总部就是丰富总其实就是聚的意思，就聚集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所以就变成丰富嘛。五蕴的蕴。五蕴的蕴是碰布嘛？碰布，那个碰就是也是堆的意思，碰。那个 rom 呢，就是不一定是堆，但是它有聚集很多啊。rom， 俺做念的总宝，我们是不是要聚一聚？俺做念的总给一遍，俺做我们。念头一起，按照念头总给一遍，我们要不要聚一聚？对，我们一起聚一聚这个总。那只有总波的时候有丰富的意思吗？还是跟那卡加在一起，那卡总波才有丰富的意思？没有总波的话就没有丰富啊。对，那个是种类，那个本身就是种类，那个卡最有几种种类。
那个蒙布很多种类嘛，那个蒙布，那个鸡里面一种，对，只有一种，那个鸡里面只有一种。新疆了，新疆啦，设立萨利，那个那个总部总部，有里边，有了新疆了设立新疆啦，萨利，那个总部那个总部，有里边。有了好，你们刚开始念不准的话，你就两个词一起念。新疆啦，设立那个总部有里边。你这样就会了，你就把拉长一点。新疆了设立那个总部有里边，就是三个停顿就可以。设立萨利，哈江基他乡里，配送昆松，速播有里，托波有了，配送速播昆松托波，有里，有了设立萨利，哈江基他乡里，配送速播昆松，有里。在这里配送速播也就是我们直接用了丰富嘛，配送速播，配送速播，拼错，哈江基非常，哈江是非常，雅布就是好，所以你就用哈江雅布度就是非常好。给他哈江雅布度你非常好，所以哈江是形容词，雅布就好嘛，非常好，哈江雅布。通常人的名字有拼错嘛，拼错，好像是这样。那空松是圆满，配送错播也配送也有翻成圆满的意思。错播也是前面讲的有聚在一起的意思。拼有配送有圆满神圣。因为配送就是丰富的话，就是直接讲，其实配送超播就是丰富了，配送超播那你如果是没有超播的话，你也好像配送有的配送丰富，通常是不太会单一的只要用配送，就会用配送超播这我们就是这些的配送错对不对？我们经常这些的嘛，其实后面有个配送错这些的配送错，这是过年的时候用的一个句子嘛有的吉祥圆满这些的不是松不是山吗？这是松是山吗？不是田家字，松的话不是还有个钱家字吗？拼错底细。OK， 我们先下课，先休息，不是下课。好。
那个楼梯是在外头的呢，在室外的阿呢。甘丹寺的嘛，也不中学不是在大学。不是北学院，甘丹，嗯。好，我们就继续哦。欧洲，欧洲的小孩子。OK， 这里Kirang，也是土著，看呢，거기 바르래 Kirang也是土著，看呢거기 바르래看呢거기 바르래看呢거기 바르래看呢是从，其实一般是看呢是从哪里嘛？那我们这边是从哪里，不能说从哪里到从哪里。我们这边是看呢是从几点到几点。这边看呢是从几点到几点，一般是几点到几点？因为前面讲土著嘛，时间。从哪里到哪里也可以用单。看那可以把了，从哪里到哪里吗？看那可以把可以啊，从哪里到哪里也是有看那可以把。原来那个翡翠跟秋翠意思是一样的。Kirang也是出自，一般我们是Kirang也是土著不会用也是出自。出自是通常我们是时间出自是我们手表会用，就会讲出自几点是会用出自，几点了？现在几点？出自卡住的出自卡住的，现在几点？那就会用出自卡住的。那现在我们这边要讲的时间那就会用土著。休息时间就会说也是土著嘛，也是本身是时间。那对不起，也是休息，那土著是时间，是休息时间。那有个属格，休息的时间。也是就是休息嘛，本身也就是非常劳累的，也是不是？刚也这个也就是有劳累的含义。那说就是劳累的部分你要补充体力，那就是变成了休息。属个可以爬度，看那可以爬度，从哪里是哪里到哪里看那可以爬度多的，要去从哪里到哪里，要去从哪里到哪里，要看那可以爬度多的。那现在是看那可以爬度是在讲的是时间出自。土著。这边是土著，就是用的是时间。那个几点呢？没有，这里藏文里面没有几点。
为了让你们方便知道这边讲的卡内卡吉帕，因为是距离也会用卡内卡吉帕。那现在是时间，所以问的是几点嘛？那我叫几点到几点。Kran nghệ sư thử chữ khane khagi phare khane khagi phare khane khagi phare dore khane khagi phare dore 要去从哪里到走到哪里到哪里，走到哪里到哪里，khane khagi phare dore。这里没有着，我只是用了卡内卡吉帕，后面我就用加了改句子了，卡内卡吉帕着的，着过的，对，那个爬就是直到khane khagi phara khane khagi phara 落过来。就我给你们就写的就是把换句嘛，就是卡内卡吉帕是同样嘛，卡内卡吉帕是我们这边有，对不对？那换了这个落就是要念到从哪里到哪里，要念从哪里到哪里。对，卡内卡吉帕落过来，卡内卡吉帕是我们那边有，对不对？落过来就是要念从哪里到哪里到哪里，要念到哪里到哪里。所以哪里到哪里是前面这个句子，那个落过来要念到哪里到哪里，卡内卡吉帕落过来对啊，卡内卡吉帕抽过来，要写到哪里，从哪里到哪里，卡内卡吉帕抽过来。这个句子没有加句子，就会知道就像这里的话，就是没有不能这样加时间的嘛。你是说从哪里到哪里要念到从哪？那个时候不是时间，就是我说几页到几页嘛。那就换后面的句子，看你是这边讲的是时间，还是这边的话几页嘛？几页到几页？虽然没有讲小站肯定也可以把它落过来，这很明显的话，很明显再说讲的话，那小站肯定也可以把它落过来，就不用讲小站就知道后面小站页数嘛，小站肯定也可以把它落过来。如果是指明要念的前面你要知道这是讲什么的话，页数嘛。我是问，如果说 Kran 也是卡内卡基爬嘞，这样可以吗Kran 也是肯定可以爬的。也是就不要讲是啊，因为你没有讲推罪啊，就也是啊，Kran 也是肯定可以爬的。
通常是应该要腿最，看也是肯定可以跑的，对。对你休息，你休息从哪里到哪里？那有时候是，给他也是肯定可以跑的，给他也是肯定可以跑的，你就不加腿最就可以，给他也是休息嘛，给他也是肯定可以跑的，就对方就懂事，你是就像这里说账没有讲说账嘛，后置是没有这个讲页数也好，后置是几行，对不对？这个可以用吗？看那可以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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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过人，也对。那买到哪一家店买到哪？对，肯定可以放尿的。给我买下去。是哎。请说。有没有去那个藏文课卡内卡基帕嘞？落针，培育落针。对，可以。这个非常造句很好。藏文课培育落针，看内可以爬的。对，培育落针，看内可以爬的。对。那如果加一个时间的话，培育落针给推最。藏文课的时间培育落针给推最，看内可以爬的。回复的话怎么说？回答：培育落针给推最，看内可以爬的，这是问句嘛，对不对？回复的话，培育落针给推最，对。直到这里是休息时间嘛，这边是7点到9点嘛，那你们先就培育落针给推最，出最用不呢？5把爬的，那如果你不讲推最也可以，培育落针出最用不呢？给把爬的。古巴爬的，对，培育落针出自东巴呢，给吧爬的古巴对，2个小时，对，古巴爬的，对，所以这个是拿到卡内可以爬，你就会用在其他的句子上面。那个推最，看内可以爬的。那个工作时间几点到几点嘛？那个推最，看内可以爬的，看内可以爬的。那个推最。出最古巴呢出不爬的呗？6点吗？因为那个推最出最古巴呢小巴古巴呢广州出最出不爬了出不了出不爬的。店吗？通康铁就是这呢通康铁推最看呢可以爬7个人，国7个人，开门嘛，对不对？
有趣哦。嗯，业就是开门，就是开门。对啊，国企，国企，狗打开，狗厉害啊！不能只有开，一定要加啊，国企。狗不可以只有气。那如果你不加国企开门这个不讲的话，窗框给推出，看内可以爬着，窗框给推出，看内可以爬着。啊，就知道人家会知道嘛，就是这个窗框给推出，看内可以爬着，是吧？看内可以爬。对对对对对，对，不用说开门。如果要强调开门的话，那国企。跟人生时间会有不好的影响。一个人的时间几点不是几年到几年，寿命他的寿命。啊？每几个每次每几个一个人嘛，每几个吃在寿命，每几个吃在看内可以把人。或者人的寿命，每一次在看内可以把人，对啊，每一次在。啊，那个投资嘛，工作时间，那个投资看内可以把人，那个投资，拿了单位投资，看内可以把人，拿了手背投资，哦，拿了手把，待在家里的时间嘛，拿了手背，礼貌上问的话，可能拿了手背投资，看内可以把人。或者说你在家的是拿了一位投资比较简单吧，拿了一位投资看内可以把人，kim仓了一位投资可以啊，kim仓 kim 了一位投资，kim仓 kim 了一位投资看内可以把人，这个可以用上了吗？看内可以把，看内可以啊。都弄懂对吧？下面让你们造每一个看内可以玩要造句子。OK， 到哪里了？俺啦，明世纪，年岁，投资，有嘛嘞？俺啦，明世纪，年岁，投资，有嘛嘞？俺啦明世纪，年岁投资，有嘛嘞？啊，明世就是特别嘛，特殊的。钱呢？我没有特定的休息时间，我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我没有，对对对，我也没有特殊的休息时间，对，这个特定啊，完了，明星应该是特殊，哦，对，没有特定的。拿了明星应该是特殊，必须它是特殊的意思，它有特殊的意思，对，就是例外特殊，所以这个有特殊的事，就是别人不能休息，只有他可以休息。但是中文上面会中文的用句里面会这么，我没有特殊的休息时间会这么说吗？还是我没有特定的，特殊就是像刚刚讲，别人没得休息，只有对，所以是藏文是用了 mixes， 它有特殊的含义，但是用在中文的时候，应该跟你们所讲的特定，我没有特定的休息时间，
所以这个特殊，帮我这里签一下那个特殊要往后我要改那个特定。这是主要是藏文里面的 mixed 的话，它直接含义是特殊 mixed， 但是你看挪到中文的时候，有些句子上面你就不能用特殊嘛，那如果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就是别人都没有的休息，只有这个人可以休息，那他就是有特殊待遇，也是用 mixed 这个字。对啊，对，所以可以是2句话又长得一模一样，我们自己去猜到底是特殊的休息时间还是特定的休息时间。藏文是可以用到这个 mixed， 就是有2个可能性就对了。语句上面没有什么语病。但那中文的话，你看这边是虽然是我们藏文用的是 mixed， 但是中文你翻译很困难，是在这里嘛，这不能直接用特殊，就是特定嘛。一般中文是不是刚刚提到我们有特定的休息时间？对，我只是确认说，当遇到这2个不同的状况的时候，我们是句子是一模一样的。对，你要就看。就翻译哪个比较适合，就是如果是在中文里面把藏文翻成中文的时候，就是不能直接看用字典来翻译的时候，就会有出现这种句子不是很顺畅的。你要很懂得这个当地的语言。钱呢？姑苏了。打击也不，那了，钱呢？姑苏了，打击也不，那了，就打击就是保重的意思，注重打击。一般我们打击吧，打击就是也是打金经，通常打金经都是在佛教的佛法里面的那个用词会叫大金经、大金经、咸金经、大金经。大金经是中文是用的什么对我的执着我执，有点像我执，大金经。等经是吧？大金经大金经，就是意思说自己看得很重，所以就是执着嘛我执一个。但是这里还是不能说我执，这里是大忌我就是要保重，要自己要注重的意思。你要对自己要好嘛，所以大忌也不能也不能就可以嘛，也不是好的意思。是能，这是一个请保重，请好好保重身体。钱呢？姑苏了，打击也不能了，拉手辛苦nawar 투지치拉手辛苦就是关系它是辛苦就是有名词，那后面有个动词了，now辛苦切吧，辛苦 now 敬语用了 now 那没有用敬语的话，那切吧，辛苦切吧，辛苦。不是拿那个，它就是那个窟本身是骷髅，有干骷有杯的意思，骷髅
那加南瓦不用加啦。这是哪来个？后面那个拉是哪来个？辛苦拿我拉吐气气，你也可以说拉啊。后面哪一个？哪一个？这个吗？肯定可以爬，这个爬的就是到那个字啊，两个都是我了，肯定可以哦，对，这里不能有我，肯定可以我，肯定可以爬，肯定可以爬，这里要用爬，不能用我。那个爬的就是距离呢，肯定可以爬的啊，就是中间从哪里到哪里，那个到的意思，后是至，对。啊，对，你要刚刚前面你注意到了，这里用爬了，这里用挖了，同一个字，啊，这个吗？这里的吗？这是不是动词？这是界限到的那个，中文是到，后置是至。对对，从哪里到哪里的那个，这藏文是，中文是用在中间嘛？对。但是按照这里的话，你英文也是没有没有直接用藏文的方式，或者是中文没有这个几点到几点，是吧？英文没有说几点几点到几点的。这里吗 ？What are your rest hours？ 对。duration 问，所以这里的英文翻译是就比较简洁，很简洁的，对不对？上文有我觉得吗？啊，藏文是没有特意写到时间，对，因为像能够不写翻成中文的时候，休息时间一定是中文是就几点到几点嘛，那中文不写几点的话，就休息时间到哪里到哪里，也是怪怪的，对。最精准的。好。你中午休息，几中午休息，中午休息多久？这个对吗？ What are you rested？ 你就不见得一定会把那个几点到几点就没有那么清楚。对。OK， 我们这里的都可以了吗？藏文的部分有什么有问题吗？这个句子，前页。我敬你不用可以。不用可以，深咕切吧也可以，切吧，深咕切吧。因为你没有用一个动词的话，那个那瓦斯也是动词嘛，那你要把这个改成切吧也可以，深咕切吧，拍的차롱切的切，深咕切吧，突击切。倒数第二句那个问句总波有人对吗？那下面可以用总波回答吗？这里哈讲给总部有可以的，可以啊。他问了什么，你就后面那个直接可以回答总部有的。
只是让你们多一些的回复，甚至采用了配送操作。第二就是写杂是什么？啊，这个喜大吗？喜大就是非常啊。他讲的。하장也是非常，하장 기부 하장 요리啊기부 싫어 요리哪两个字背景啊？喜大等级比较，通常是喜大啊。这个藏文呢，기부 싫어 요리 싫어 기부 요리这两个放在前后是颠倒，也是意思一样，都可以。하장 기부 요리 기부 하장 요리啊，기부 싫어 요리 싫어 기부 요리。看起来是，如果是喜大是加在基部的前面的话，那就是它的形容这个基部嘛，啊，基部喜大有啊，这个形容这个基部放在后面也还是形容词多。啊，原来是基部喜大有，对啊，也是这个，也是在讲的喜大是什么，在讲这个基部啊，没差啊。好，你问题。这种写话这样子的用法，是一般都可以这样用，还是只有跟一种都可以设计这样？那是非常的意思嘛？对，那非常舒服，那个写炸放在后面或前面都可以。那写炸用在其他地方也可以这样嘛？比如说非常热、非常冷、非常什么，也可以顺序这样换吗？可以，差不喜大有的，喜大差不有的，差不喜大有的。那非常好也可以吗？芒果写炸，写炸也不芒果喜大有的，喜大也不有的，喜大也不有的，对，可以，这个是不会误导，就是你可以这样用。热心，喜大不是热心，上礼拜上课写炸有一个是不是热，还有一个是非常热情，非常温暖，所以也可以用写炸来形容这个。温暖，非常温暖。上礼拜写炸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不是写炸插播啊。那个是写炸插播，用了什么名字？用了什么词？啊热情。什么时候亏不？哪一个词？差不？哦。啊。热心。啊，差不。他枪也是这样用。他这样基本他这样，하장 기부 요리, 기부 하장 요리.
一般口语的这些用法都应该都意思一样，不会有什么。如果是按照一个书面的，也要就是要到就把它用成形容词的话，那放在前面嘛，时代기부有的，那就才会形容这个기부。但是你们讲话都像这种句子的时候，放前后都句子意思不会改变，大家都能够听得懂。如果是我说比较很正规的，你要是形容什么什么，那你要是时代기부有的。其实这两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这个时代기부时代有的，除非还是要研究对这个如果把它放在后面的话，那就不是形容词，那就用这种要再进一步去研究的话，有什么？哪一刻？热心的吗？插播，然后插播我有写是那个仁波切那时候有解释说他比谦波还热心的意思，应该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讲程度上他是比谦波还热心，不是，因为他说他讲的不是写大他问是什么？你是问写大吗？对啊，他改了他就要问插播这个。音阶插播，对啊，是音阶音阶插播，音阶插播。然后我有写说，你有说比插播他会比谦波还热心，这样。音阶插播音阶谦波，音阶谦波大悲嘛。音阶谦波的话，我们大悲心，音阶谦波大悲心。音阶插播有就是不一定说是大悲心呐，音阶插播的话不是大悲，他就是这个人很有那个悲悯的心，这个人很有悲悯的心的时候，就会用插播。音阶插播有的，밑에音阶插播有的，밑에音阶插播有，音阶插播就是很有悲心的意思。音阶谦波的话，那就是大悲心，밑에音阶谦波有的。音阶谦波有音阶谦波是大悲心。所以它不是一个形容，你要带在哪里啊？但这个时候形容是差不不能放在前面，差不音节有的这个是不可能会这么说，人家也听不懂，差不音节有的是，一定要说音节差不有的，他才会听得懂。插播是形容词，形容词要放。按这个几乎也是名词啊。低波是名词吗？还是低波是形容词？然后写差就是副词。几乎是名词你要这里的写差，什么写差？几乎这个几乎不能说形容词。这个不，几乎读不是一个名词。是形容词搬到前面的时候，我们舒服舒服可以当成形容词吗？通常是形容，就是中文是形容词，你看英文也是形容词啊，他们的都是形容词。但是藏语我不晓得，是名词还是形容词？看过这部，所以舒服也是可以当成形容词。一般
是吗？舒服，形容词。对啊。嗯，那快乐也是形容词吗？两个都可以，名词也可以，形容词也可以。快乐。那你有这么说的话，也就是说，如果是把这个喜大当成的话，他在形容这个喜大的话，那就是这个是几乎是当成形容词嘛？是因为它后面是用原垒、有垒、有就是动词，嗯，对啊。因为它不是用，像是对，但好像要变名词，要不然不是名词要什么狗。好，我们总而言之，这边是其他给我有的，给我其他有的，这个两个用，完全是可以听得懂，你前后改变是没问题的。我查汉藏字典。汉藏字典是讲了基部。对啊，他基部他写形容词。对，它是其实一个在形容一个感觉，或者形容一个心理上面的。或者是在一个环境的，对一个环境的，啊。我不知道，我不是非常不是非常的这个形容词啊，对。如果我说是形容词呢，非常可以当形容词，好像没办法。对，只能当副词，对啊。它只能形容，它只能修饰形容词。嗯。可是。那这边他将体后面为什么要再加一个体？他就不能直接他将分松臭。实力哈香分松臭我有的可以啊，也可以，可以啊，不一定就一定要加的，不一定叫属歌啊。实力哈香分松臭我有的可以，所以有些属歌是藏文里面是可写不写，有些属歌是你不写就会意思会改变。像这种里面的话，这个属歌你省略了也没关系，这个句子完全不会改。需要讲其他基本有的也可以啊，你不想属歌也可以，其他基本有的。那加属歌可以啊，其他基本有的。哦，如果你这里其他是加在前面的话，那一定其他基本有的或者其他基本有的。其他基本有的那这边基本加在前面的话，这里完全不能用属歌。对啊，加在后面本来就不会加属歌。很多时候加在前面就要放一个属歌。非常的舒服，这个可以用得嘛？非常的舒服。但是中文也舒服非常不会用啊，非常不会放在后面的。好，这个是句子的分析啊，分析文化分析。我先把那个名词、句子、中文的这个往弄过的副词。好，我们这个都念完，这都已经练习完了嘛，对不对？这个是上面完的。到这里我们是这个课结束了，对。那我们今天是从哪里到哪里呢？你们一起念一下，这位大声念一下。我们今天教的那个课，你们念准不准？你们不用一个一个，你们一起念一下。可以。大塔，牛瓦，钱啊，温水，永光。
卷不穷。嗯，对，塔卡斯。哦，对了，香啦，波有人，屋内人呗。点把的，点把的，不要停的，点把的，点把的。嗯。新疆啦，波有人呗。那个总部有点呗。有人。哦，这里还讲起，不送错不？有的。啊，OK，那我们就还有下一句吗？好。辛苦那我，吐气气。哦，好，我们修心发送。罗中之间什么修索？아니 심지에 탐지라 이시 노부 레라베 된조 주베 삼바 이大都 제바 진바 쇼 강도 수당 적바 세 다니 군레 멘다신 제라 삼바 타바 이 초도 제바 진바 쇼这边有记嘛？刚刚我们打记的那个记是这个记。这让官都人居啦，不仅女母干嘛他，大仙毛绒前边拿，人都当年多把了手，人心眼边心间你，力度差不能通切。人间跌宕切把心，你把各位紧紧说，打了先给差到去，西过拉索米里边，全个让给两把汤，这个先了被我说，看了大给偏大边，让我吃我康熙去。新都米日女前那，新年谈不了大我说，多难我当举不一，偏的满南归了不，满意女当东野归，三位大了两把的说，提到官将去给给，到被前面马把心。去跟舅妈西边来，西面青蛙来着手。哦，谢谢。那我们今天上到这里。老师，托起去，那么做公墓的嘞，啊。